有山川江河嘅地方，就會孕育文明。行遍山河，就可以了解人類嘅文化。我哋由四川九寨溝開始，讚嘆大自然嘅經驗，探索川寨傳奇，揭開白馬藏族神秘面具舞嘅面紗。有世外桃源之稱嘅香格里拉，人、神、自然萬物和平幸福咁生活。與世隔絕嘅尼汝村，係地球生態系統中至今未被污染嘅一個純正角落。萬物有靈，山有山神，水有水神。我崇敬它，它不會給我帶來災難。據說，雲南納西族先祖嘅故鄉係有白天白地、白山白海嘅地方。跨越年日，納西族嘅智慧依然存活喺東巴文字同老人家嘅記憶之中。位於浙江省嘅諸葛村，依易經九宮八卦佈局建村，高牆窄巷，易入難出。諸葛後人選擇淡泊明志嘅生活，延續宗族文化嘅傳統。我們值得驕傲的諸葛亮，他不僅是民族自衛的化身，而且是中華民族人格的楷模。嚟到台灣阿里山，只有6000幾人嘅原住民鄒族，保留傳統狩獵文化。信仰天主嘅同時，敬拜山神，相信萬物有靈，孕育出原住民多樣性嘅文化圖騰。江西省浮梁縣被譽為世界持刀之源，時移世易，依家只剩下古礦坑、窯址，但仍然有人選擇繼續留守，親手打造陶瓷，延續龍窯。最後沿住山走，我哋會去到貴州茂蘭國家自然保護區。呢度係粗獷熔岩同森林世界嘅完美結合，默默無言嘅寶山，等待我哋用心去欣賞同守護。這裏面的一切都是通過自然的競爭關係形成了一個系統，它就是人類的盧岸方舟。一方土養一方人，人類同自然環境息息相關。我哋深入山川江河，回顧歷史，探索今昔人文價值。有所謂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。希望藉住今輯節目，令觀眾對人類喺發展文明嘅同時，珍惜環境有所啟發。